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大家就伫好阿群妹爱亲好食东西，古时候那边有好食的东西，我爱听说要去食啦，唔是讲要排队啊，係嘛嘅，我就係要去食就錯嘅。古時候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一種也下特別受歡迎嘅一種買東西嘅形式，按到餐茶，就係引到像喺也下台北嘅信義區啊，當到松田，就都得看到有買啲無共用嘅東西嘅餐車，韓國有條餐車搭台就當講，又當定一下，買嘅東西又當上癮，真係係能夠一種當特別嘅買食嘅東西嘅方式。古時候今日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哦，一下就細細格格來分享今日節目呢度邀請到嘅來賓係無名嘅漢堡店傳茶嘅頭家文偉強分享。大家好，我係偉強，很歡喜來到阿里上節目。哦，分享偉強來到節目當中哦，唔過家下有聽到嘅偉強同大家來上家門打招呼嘅時節啦，人嘅客話。談起來，以前唔係你台灣嘅四海太平安，喺台灣也都強調。講唔一樣。不一樣，冇共用。我係印尼阿介華僑，所以我阿介講嘅客語甲台灣冇唔一樣嘅。哇哦，我談嘅是啊，唔過真件係冇共用。你講客話，你講客語嘛，對不對？哦，講嘅客話冇共用，因為係印尼嘅華僑哦。哇！竟然來到台灣，啲台灣客話很暗好哦。我爸我媽要教我客話啦。啲部卡要講客話，同爸爸媽媽。全部卡都講客話。哦，全部講客，好厲害哦！我懂 TV 啊，唔過人哋啲台灣係很久以前就來到台灣咧。按時差唔多。一歲就搬家帶過來咯。哦，一歲就過來，韓國都也下啲台灣而成種研究，係喺講印尼嘅客家話。係，特別唔係講印尼妹，特別愛講客妹。爸爸媽媽每本唔學印尼。幾時都唔需要。哦，冇需要。特別你係客家人就會曉講客妹。哦，好，真嘅做 TV 嘅，所以係一種多冇共用嘅感覺。啊，唔過啲台灣也都有機會同其他嘅客家人講客家話冇。要特別愛聽一下佢講乜嘅意思，而咩要聽佢講乜意思。所以我們現在是一個互相理解彼此客家話的過程。唔過韓做得嗬，韓做得韓可以。哦，真見懂 TV。嗰時候爸爸媽媽從細就教我愛講也客家話，一出到也下啲屋卡都係用客家話來對方。從細到大樣嘅，特別講，佢冇咪講。個睇啲嗰陣，佢係慢慢講。幫埋寫條湯，特別冇咪愛講。哇！真嘅係當 TV 做得聽到冇共用嘅客家話啲節目當中，根本只有滿滿一整集嘅印尼客家話同大家來分享。唔過吼，今日節目當中唔單止愛同大家來分享這個偉強佢係印尼華僑嘅身份以外，佢其實還係一個廚師。頭擺佢哋做傳茶以前沒有懂到，真的是非常非常驚人的這個餐飲的履歷，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按那差唔多16歲就是可以做春湯咯。按後上16歲就開始誒，你係讀相關的科系嗎？學習相關，對，就是餐飲科系。餐飲科系，16歲就開始做誒，然後就一直在可能在一些餐廳的廚房就開始一直做到現在，一直做到現在，而且唐公給頭擺，希哥給傳堂那個真的是糖豆真因為哇，是很 top 等級的餐廳。對，因為以往一開始都是在一些比較連鎖的大型連鎖西餐體系，對，可能王字頭的啊，或者是楊字頭的。哦，王字頭、楊字頭的，大家習慣都應該就底下嘛，該大型的品牌。對，但是底下的非常大型，然後非常知名的餐飲品牌，底度做些應該好嘅都懂到。學習的部分，學習的話就是他們會比較 SOP 比較系統化，可是相對的。會學的東西會比較制式，可相對的能夠接觸到的是比較屬於管理層面的。因為我也是覺得目前很多自己出來做
可能自己创业的这一块，他可能会很会煮料理。对。特别唔滴用班美丽的东西，运作啊，大概成本啊，或者是管理成本这一块，对，可能就比较欠缺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在初期就会摔跤之类的。对，韩国像按钮做传堂，因为你要同董人合作，有很多同事，非常多，大家可能会有某种的意见，这也是很辛苦的地方。所以我自己出来做就好了。故说还有就自己给听出来做传茶。应该是也是在餐饮业待的，觉得会有一点点的腻，因为现在餐饮市场可能太多半成品的东西，变成说你很难真的呈现你想给客人的。所谓半成品，就是比如说他们有中央厨房，对，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可能中央厨房或者是工厂那边已经做好了、调理过、料理过，其实已经有点失去了它食物原本的风味在。就也是可以理解一下你的心情，大概就是说，一个厨师如果我不能用我的手艺来让我的客人感到满足，就有点像是就是感觉好像是那种输送带的那种作业员一样，你只是把这些原料组合起来给客人而已。故说你想会跳脱这个方式，对，就去给他来开餐茶。就可以自己找自己喜欢的食材，跟想要合作的商家拿他们的原物料，然后再去做出想呈现给客人的东西。对，但不过啲传糖同啲传茶係完全冇用嘅量費是兩件事哦。全部没用的东西。對，你頭擺啲傳糖啲都你唔是出來啊，你就自己空點就好誒。所以前3个月到半年就必须让自己先习惯被观赏。因为餐车是一个开放空间。对，你就很习惯被客人观赏，因为他们也会，因为他很少就可以这么近距离看到你在做料理的时候，他们又会可能就在旁边拍照，或者就边跟你聊天之类的。他说不定还在旁边窃窃私语，他这样子做算是抽样不抽？对，但是这都是要习惯，但是也是有好有坏，它也是有趣的地方。对，就是你可以很近距离的跟客人第一线的去接触，然后了解客人的想法，或者是他可能他的那种感觉之类的。我就反正觉得这是你在厨房是完全接触不到的感觉。对，那不过像不卡你拿对呀，按第一名给开传堂啊，转分都去嘎自己这样子开餐车，不卡你家人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意见？其实他们还蛮支持的，就会觉得其实早该这样啦。啊，是这样是不是？顾手不卡你，他很懂支持你的。按激情爱。所以其实，在开创这个这算转行也不算转行，是同行，应该是自行创业。对，这样子创业的过程当中，你有吃到第创业跟高厂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比较多的困难，应该还是可能是在就是转换摸索的期间，因为餐车跟你在餐厅里面制作那个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世界。对，就是你要如何在外面是完全自给自足，然后完全可能从原物料的你要如何准备，那你在户外你要如何让食材保冷保鲜，这都是那时候都是要挑战的，因为它就是在户外了。对，你就是在户外，当你可能因为我们比较属于那种跑市集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参加文创市集。对，那你在文创市集的话，基本上你就不一定会有所谓的电力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想办法去克服这些问题。对，但是其实餐车有懂得某 Q 用个形式啦，有其实可以不要卖那么难的东西，你知道吗？但是你选择一个 oil full、oil 天还要保冷还要保鲜的一个食物，汉堡来卖，为什么选择汉堡？当初会选择汉堡是一来是觉得它的在市场的接受度是很高的，然后再来它的变化性也很大，然后再来是真的在做汉堡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汉堡的被污名化很严重。污名化这么夸张？发生什么个事情？没吃到东西不健康。对，有人会吃到汉堡不健康。吃到东西不健康啊，特别你想
既有面包，有菜，有球，有牛，系啊，都蛮不健，都蛮唔健康咧。对，所以其实汉堡妹都在用它健康的方式。对，所以其实你想要转换这个汉堡给在大家心里面的这个概念，它的那个概念，因为就是觉得，对它有蛋白质，有蔬果类，对，还有淀粉，那它是很均衡的东西，它怎么会叫不健康呢？但是这个汉堡它算是一个蛮大众都可以接受的东西，对生人呢都太人呢，大致上都可以。对，所以它算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食物。对，所以我也想呈现的就是刚好自己以前的餐饮的经历，所以我都戏称这个菜单就是我的一个人生餐饮的历练。对，就可能里面有法式的口味，有意大利的，有日本、韩国，有印尼，各式各样，就各式各样的口味风格，对，就可能自己以前接触到的料理的形态，然后去想办法把它去跟汉堡去做结合。对，冇唔错吼。故今日节目当中呀，还蛮上到名的嘅汉堡店，就是来同大家来分享当中冇叫嘅红米丝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进来。好，分享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吼，會同大家來分享一件當神奇嘅店嘅。其實今日唔係店嘅，佢係咧傳茶，韓國還蠻上到名嘅，佢按到還蠻上到名嘅嘅漢堡茶，對不對？這個名字真的太有趣了。對，因為我們當初也很認真的想要好上干名，想不到就想不到咯。想不懂就想不懂咯，就想不到啊。但是这反而是一种噱头。对，就是希望可以让名称是可以让客人有会心一笑的感觉。其实这就是我觉得是年轻人的创意了，对不对？新的想法。就希望整个这个品牌就是希望可以不要让客人太过制式的去看它，对，就是要有一点趣味性，然后不要受限。对，刚才没有讲到哈，你给菜单，你给 menu 就是你的目前工作经历的缩影，餐饮人生历练，餐饮人生历练，里面有各色各样各家给不一样的料理，对，然后有这个包含像是日本的啊、韩国的啊、马来西亚、法国的啊、法国的啊，这么多种不一样的风格，对，就是以前接触过的料理形态。所以今日节目当中，先来同大家来分享，就是跟你自己自身最有关联的。对，应该是头前呀。这巴东派对。巴东派对，这么在很多。印尼叫他们的冷浪。冷浪。它是印尼巴东地区一种料理，叫人当牛肉，也是印尼的国宴菜。有人当牛肉，好像有在某一些东南亚的餐厅里面的menu有看到。对，必定有的。人当牛肉，其实一种。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料理？它就是比较有偏咖喱香料的酱料，然后去炖牛肉块。炖牛肉块。那你是怎么把这个人当牛肉的这个元素？对，我就把它那个酱料，然后去跟我们的汉堡肉去做搭配结合，然后上面是撒的是油葱酥。油葱酥。对，它也是印尼那边会搭配的。这不是一类东哈嘎的东西吗？对。油葱酥，所以在印尼的料理也有。也会，他们其实那边。还蛮普遍会看到油葱酥，当然，我想这也可能会也可能有相互影响哦，通通都反映，很多华人在那边。对，好，那我现在就要来试吃这个巴东派对，这个有印尼跟福米跟汉堡，韩国中马该其实也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因为是汉堡，听说每一对要大口，然后什么都要吃到。然后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是一个很会吃汉堡的人，我都要这样子抓。这样有专业吗？专业，对，是不是？因为不能一咬给撩的全部都跌哈稀呀，所以一定要这样抓。小心哦，给大概有汁，有肉汁，有肉汁，好，这也是我们的骄傲。来咯。我知道那个人当牛肉的酱料的味道了。对，它这种香，它是很多香料去制作的。
然后有一些些微微的辣，对，但是跟那个牛肉融合的好好哦。这跟汉堡青感觉就是那个肉排太干燥，对，所以肉这是你们的招牌，但是这个味道好香哦。对，就因为我都戏称我不在煎汉堡肉，在煎牛排肉，因为我的汉堡肉就是用沙朗牛肉去自己买回家，自己买整块回家，然后自己切。等一下啊，买整块回家。对，然后自己切自己绞。汉堡肉这全部都是那个绞肉哎，你是买回家自己？对，自己买绞肉机，然后自己绞这样。这样不是很麻烦吗？你明明就可以去现在有很多不错的店里面都有卖绞肉。对，绞肉，但是你跟厂商叫牛绞肉，你也不知道它到底绞了什么部位的肉给你。但是牛肉这种东西，它部位不同，其实口感跟香气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爸爸没去买猪肉的，所以我爸爸头摆没去叫我吃呀这种高牛的东西要在家里面吃。我知道这就是一样的概念，对不对？对，就不是想我就回来自己绞自己做就好了，然后爱做多大就做多大。而且特别用这个你刚刚讲的沙朗。对，为什么要用沙朗？这也是一个有点贵的部位耶。因为它的油脂分布会比较平均。对，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现在捏它其实就有肉汁滴下来了。真的有，我现在看到里面都还是那个肉都还有点粉红色的。因为是用沙朗肉去做，所以我通常都不太会去做到太熟。那也相对也是厨师的坏习惯，就是坏习惯。当你听到可能厨师听到。你牛排可能要吃到7分熟以上的时候，浪费。真的要吗？今天还用心吗？不会吧？因为我觉得当牛肉没按熟的时间，它会有一个 Q 嫩跟多汁的口感。那个是你熟了，其实你就是有一点肉，有一些柴了。对，就是柴干干的，因为那是牛肉的特质。它的可能当中的水分也流失掉了，所以就感觉那个肉很干燥。所以里面的这个汉堡肉肉排都是做一点7分熟的状态。对，然后再来，因为我们的汉堡是新鲜现做，所以有些妈妈在看我们在煎汉堡排的时候，她很开心，因为很少看，她说哇，很少看到汉堡肉煎起来还会有那种血水哦，就在煎后会有血水那种。她想，因为通常一般汉堡肉可能煎的时候就是干巴，就是比较干燥的情况。真的眼都压下，应该它是特一下哎，眼都压下这一米真的都是香料的味道。我有感受到很明显的胡椒的味道，已经不是只有辣椒，还有胡椒的那个层次在底下。它这个酱就差不多有快20几种香料要去做。20几种，我只知道胡椒，我汗颜。还有啦，那个红葱头的味道，好吃。所以这个是印尼特色，叫做巴东派对。对，巴东派对。还有那个一类没有很有异国风格的，它叫做三八鸡。对，它是东南亚那边蛮普遍的一种辣椒酱，叫三八辣酱。它是用辣椒跟那个虾酱去做调和。对，虾酱就很有东南亚的风格了。布拉赞。什么？布拉赞。对，就那边的称呼。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另外一种虾酱，也是东南亚的料理。对，就那种辣椒酱。然后是搭配给牛，就不是牛排了，还有鸡排就对了。就都还有其他猪肉都有搭配。所以大概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有鸡排，然后牛肉啊、猪肉，对，然后有手撕猪肉，它就比较美式的。所以真的可以各种风格、各种贵价的，只要你觉得好吃的，你就把它放进去。好吃的，好玩的。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定是有一个招牌的，一定是有你最推荐大家要吃什么青招牌、青腿煎给黑马给 Q 咪。就你知老海。老海想要挑战我的嘴巴，想要挑战我的下巴，我的下颔就抽的。对，所以意思是说，吃了人呀，下颔都会掉下来。因为你汉堡你够太渣，按喷。有几盆，它的重量。真的很厚很厚差不多，因为我们都做6盎司，差不多就是一个夜市牛排的重量了。哇塞！因为是自己做汉堡肉，所以我爱做多大就做多大。这么任性是不是？条嘎就会这么任性。好，那我就要来试试看。生了阿 Q 要稍微按摩一下。好，按摩，先按摩一下，等一下才不会受伤。现在要暖身。对。好，然后来色料。
哦，它的酱汁是什么酱汁啊？它没有酱汁，它就是完全靠肉的原味跟马扎瑞拉起司跟切达起司搭配，它就是完完全全的原味。对，你刚刚说到跟马扎瑞拉起司跟韩味，我觉得那个咸的味道跟牛肉的味道搭配的好好哦。所以两个起都要最难啊，因为两毛你没有其他调味，没有调味了，所以好不好就是看它了。因为一般我们去外面吃豆干，不管是从早餐店到餐厅里面的汉堡里面都会加酱料。对，它就是要去可能用加酱料去累积它，去堆叠它的层次感。对，可是我就希望它这个汉堡就是它就是原味。我吃到原味了，我连面包跟碾米奶就吃到哎，我觉得你们的面包好好吃哦。对，因为它也是我早以前合作很久的厂商去帮我定制。但这份汉堡还蛮麻烦的，因为它里面就什么都不加。所以你如果没有好好保存，大概2-3天它就会发霉给你看。哦，这真的要对于一点店来讲是很麻烦的事情。对，因为它只能放2-3天。对。所以你2-3天不只要进货，你还要想办法保存，还要去保存之类。因为也曾经在某个美式餐厅的那时候在做主厨的时候，也是因为刚接手，那时候就还在熟悉的时候，那时候看到小朋友就是不小心把汉堡面包就是进货没有处理好，所以它放在室温将近有半个多月。但是那面包完好如初，吓死了，马上换。对，所以其实为做一类好色的汉堡，单枪这里面的内容物要非常的要求，连外面的汉堡，甚至连底部一个生菜，其实我刚刚说到呀，生菜它是非常脆口的。其实亚的所有的材料都是亚微强记去甲去凸显呢，他自己去把关的。Vito 就会为了把这个厨师精神、亲后的东西，借由他的手艺，借由他的料理，然后这种浓厚色的美味跟幸福感传递给大家人哈。故事吼，其实伟强还有很多故事要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哦。好，分享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一群阿權妹上一團節目，哎呦，阿權妹真係到幸福嘅事，2種好食口味嘅漢堡都係今本日節目裡都有請到嘅來賓，按到還蠻上到名嘅漢堡茶的這個調價偉強，帶本阿權妹顏色嘅。剛剛吃到後，唔單搶呀口味同體片，包含剛剛我吃到的那個巴東派對，有呀印尼風味嘅口味，還有另外一個係老招牌啦，對不對？最原味的老 A 海，它叫老 A 海，啊係青招牌、青腿肩本呀寧下嘅，因為它就是吃到所有食物的原味，對，包含剛剛吃到嘅麵包跟黏米，還有那個生菜，真的好脆口哦。對，它生菜也是我特別去桃園的那個農場，他們專門是種植水跟蔬菜的農場，去跟老闆去談說可不可以使用他們的生菜來去小量批發給我，因為他們通常可能做的就是比較大型批發的，所以因為他金是請按都引他啊，我就只要找一間顧客，他就會有很大量的銷售這樣子，所以你要以這種少量批發去談，是有一點點難度。對，也跟他們拜訪了好幾次，然後就是希望可以。因為我就希望可以使用他們的生菜，因為他們生菜的品質就是很好。對，你剛剛說到跟那個生菜，其實青陽雞就是生菜不脆，第一個要脆，第二個要綠。對，尤其係像這種葉子，它的邊邊都會黃鐵、sau鐵，對不對？可是你看這樣帶來，都已經做好，在節目上放了，都已經都壓它踢散團呢，它還是綠的。很好吃，對，而且它因為它是水耕法，所以它不需要農藥，
它也不会有农药的残存，然后也不会有所谓的虫，因为它是在温室里面种植，所以它不会有虫害，对，所以也不需要用农药，所以它把很多会影响到种植的其他因素都先排除掉。对，所以按用就做在温饮好，吃到青红色的菜也是很重要的。对，大家都觉得汉堡不营养，是因为你们没有吃到好吃的菜，那菜都放太少了。对，要抢出来不用动刀，所以了就又空天又厚身，而且它可以提供汉堡不一样的口感。对，就是会，我觉得吃汉堡的好吃就是要你在那一口里面，里面要吃到面包，要吃到肉，要吃到菜，要吃到番茄，然后所有的东西在嘴巴融合的时候，那个才是最美味的时刻。对，好立体，现在嘴巴里面还想到刚刚给吃到给挑到给生菜那个烤的感觉，就觉得很好吃、很丰富、很幸福。所以要所有跟食材你都这么的重视，包含刚刚讲到连牛跟高牛，你就会去给买高牛机，去给搞。那其实像做这个汉堡排，东影可能地副卡都不会做，像我很爱看卡通，那个蜡笔小新他妈妈很爱在家里面做汉堡排，也就会东西会轮问呐。像你去给做汉堡排，是不是有这个比例可以跟大家分享？可以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共生农民啦，我既然老板同意了，我就只好请老板跟大家来分享做出后生的汉堡排、汉堡肉排的秘密喽。就一般在做汉堡肉的话，可能就是瘦肉跟肥肉比例，我们都会抓到1:3左右。瘦肉3，瘦肉1，瘦肉3，然后瘦肉3，肥肉1，对3:1，就是让你的那个肉是有油脂的。那通常一般可能在做汉堡，基本上在坊间上常会看到他们就用牛肉跟猪肉去搭配，对，牛肉猪肉搭配，对，因为他们可能就是觉得，猪肉比较有油脂去润滑。可是其实牛也有油啊，那为什么我们就直接完全？还以为说是因为猪肉比较便宜，所以混一下。没有，就想要那就直接因为我做的比较美式化，美式它是完全就是纯牛肉。那通常会有牛猪混合，它不是比较偏日式的做法。日式的做法，然后里面可能还会再加一些什么面包粉啊，或者是蔬果，就是可能萝卜就洋葱之类的。对，那我做比较美式，它就是完全就是它就是牛肉。所以纯牛肉，但是肥瘦比是3:1，瘦是3，肥是1。对，那通常因为在做的话，如果你是一般从买回来绞肉的话，其实可以，如果有在绞肉机的话，可以再绞一次，你就可以让你的油跟肉它的那个 mix 的更好。对，它不会说更绵密，对，就比较绵密，不会说比较分离的感觉。就你可以你在制作的时候，油是油，肉是肉。所以搞它均匀的对不对？那在成型就是捏。对，捏的话，一般成型的话可以用手，或者是可以去买那种法式的圈膜，那种法式甜点那种圈膜，直接去做去把它压模成圆形。这样不用冰箱，马上不能马上，对，就一定要让它先去冷藏去成型，然后再来去做制作。那种冰冷藏冰都冰上要冰几久？冰多久？冰至少1个晚上。1个晚上要这么久？对。所以冰你再按补，再给我拿出来煎。你煎那时间刚刚有讲到嘛，不能煎太熟。对，就尽量不要煎到太熟，因为你太熟的话，它就会一来是肉会老掉，然后再来，因为太熟瘦肉的话，油会被逼出来，对，所以你的反正吃就比较干的。对，原来是这样，但是这个前提是你要偷到拼着后它起给扭啦，对不对？这个是前提啦。对，没错。那谈过一个煎的时间啦，我们一般我们要煎东西就一定会先倒油，再放东西下去煎。你的方法是怎么做？我就直接放油，因为本身它里面自己就有油脂了，所以我就不会再去多加太多的油脂去煎它。要是专家嘅做法同大家来分享大家会好来好起来。故说像会吃到这么好吃的汉堡排，或者是这么用风格有各国风格的这样子的汉堡排，而去那一片这样有机飞吃到呢？我到底要怎么找到你？你知道餐车很神秘耶。对，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可能就是在桃园的南坎的定点去做贩售。那假日的话，我们都会跑一些文创市集，因为我还蛮喜欢去文创市集做互动交流。对，刚刚讲的南坎的定点是在哪个地方？南坎的话是在
南坎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南坎路。南坎路好，南坎路，桃园人现在应该脑袋有地图了。南坎路，对。哪个事件会出现？拜一、拜四，暗晡夜8点到12点。拜一到拜四，暗晡夜。拜一、拜四2日。哦，拜一同拜四2日8点到11點，暗晡頭。做暗晡夜的事。就不要做宵夜场，有点宵夜场。对。哦，刚刚好。因为就是想要用这种邪恶的东西，大家邪恶。没有啦，其实没有很邪恶啦，还好啦，有蔬菜，对不对？而且这个肉就是圆形肉啊，你可以跟我吃那个刚刚吃到的那个烙蚵海的话，它就是没有其他的调味，它就是圆形的食物啊。它就只有调味就是盐、胡椒。对，就这样，它就是一个圆形的食物。所以拜一韩国拜西低南坎路上，安布条8點到11點就坐在青豆。啊，其他的話，我們可能就在一些文創市集。文創市集就有幾飛獨到。但是聽說你在跑市集的時候，當家批都一定有客家粽，同客家鄉親來做互通交流嘅，就想我來問一下，客家嘅阿公阿婆阿爸公爺都可以接受漢堡嗎？對，因為那時候去的話，也是在想說，這種比較客家族就可能年齡層，我們 OK 嗎？後來是發現，我們的漢堡的年齡層接受度還蠻廣的，可能有4歲、5歲的小朋友，或者是可能60歲的阿婆啊，都可以接受，就大家都做得來接受，不會覺得太貴嘛？你知道阿公阿婆非常介意這一點。特別師傅愛食啊，就唔會貴咯。當然咧，愛食就唔會貴嘅。其他就食睇下口味，有很多種不一樣的口味。對，大家嘅感覺是什麼？有什麼樣的感想回饋？就當初一開始在製作的時候，曾經發生過一個人蠻玩，就是一個客人是騎着摩托車來，然後看着我的菜單，他說：老闆，那個你的漢堡是套餐嗎？我說沒有，這次我美式漢堡是單一個。他說：那怎麼那麼貴啊？然後剛好旁邊在等待餐點的一個太太就說：那個先生，你再往前騎一點，他那邊有麥當勞，其實會比較符合你的需求。所以其實點都你給其他給人哈，他們很了解你的餐車的定位。對，就是應該說一分錢一分貨，就是你當你想要的這些東西，它一定有一定的代價。對。那如果說便宜、好吃又大，那個其實都很反正以現在的會反映在成本上，對，它其實反而是危險的。對，所以我是因為我說實在，這些東西我等於是把在餐廳裡面販售的東西，我把它拉到街邊去做呈現。那也希望，因為我沒有其他的這些店鋪成本，所以我是希望用這種價格可以讓客人去享受到真的比較食材的原本的樣貌。真嘅，我有感受到亞偉強黏嘅堅持，他就是堅持要把最完整然後最美味的食物用最棒的方式呈現俾大家。古時候各位電視機頭前的鄉親朋友，希講大家好，上來好來食一下呀好食嘅漢堡，做得去請偉強嘅呀，還蠻上到名嘅嘅漢堡茶。古時候今日什麼偉強來到節目當中，謝謝。謝謝。咩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舒快休息一下來做運動哦。福喜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網站，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